送入樹林。可以穿過氣體，令水分變得充滿硫磺。雨水所到之處，所有嘢都會被侵蝕。樹葉自行粉碎，逐一脫落。枯樹枝幹斷裂，而草地亦都一樣，好快就會變返只有火山灰嘅絕境。火山既有破壞，亦有建設。每一次爆發都會摧毀現有嘅天地，創造處女地取而代之，為新一代嘅開拓者提供新機會。無休止嘅循環，好快又開始啦！扼殺大自然嘅創造，就算馬薩亞唔爆發，秘倫或者附近嘅火山都會爆發，因為整個中美洲都係由火山組成。但係無論如何，浴火鳳凰肯定再一次由火燼中重生。